輕鬆置業，喜達你家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喜達置業 Amy。今期又嚟到屏山區，我身後係屏山地鐵站同埋屏山高鐵站。今期 Amy 要帶大家睇一個5分鐘可以過到嚟呢個高鐵站嘅住宅樓盤。咁我哋直線距離嘅話，其實就係1公里左右。Amy 喺呢個位置咧，亦都可以睇翻我哋嘅呢個屋苑噶啦。咁睇翻呢度嘅交通情況。後邊嘅高鐵嘅話係1個鐘可以翻到去香港嘅西九龍嘅，或者係坐翻地鐵接駁過去翻去關口咧，亦都係 OK 嘅。咁屋苑周邊嘅話，1公里範圍內係有17萬方嘅3大商場，或者係200米左右有個24萬方嘅中心公園。隔住公園嘅話，就有我哋嘅屏山區政府同埋一啲非常之多嘅市政嘅配套，包括咗6館1城。體育館啊、藝術館、圖書館嗰啲都係喺我哋屋苑1公里範圍內嘅。我哋樓盤嘅位置咧係位於屏山最核心、最中心嘅位置，亦都享受住屏山最靚、最成熟嘅配套。咁而家係有啲新嘅單位加推出嚟嘅，所以 Amy 就喳喳臨過嚟更新翻個情況俾到大家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即刻過去售樓處了解翻個最新嘅情況。入咗嚟售樓處啦，同大家一齊了解呢個樓盤嘅交通同埋配套情況。我哋今期嘅主角財富城2期係喺黃色嘅色塊，咁我哋係位於屏山嘅中心區入邊。屏山區嘅區政府離我哋呢個屋苑大概係1公里左右嘅距離，中間就隔住咗有個24萬方嘅中心公園同埋6館1城呢個市政嘅配套，所以話我哋屋苑所在嘅位置咧係最靚嘅，因為一般區政府所在嘅位置咧就係一個區嘅中心位置啦。咁嚟睇翻我哋屋苑而家嘅交通情況，目前已經開通咗嘅地鐵線就有14號線同16號線，未來仲會開通一條19號線，係專門服務於屏山區嘅鐵路。咁呢條地鐵線咧係接駁過去行政中心區同埋高新區嘅，就串連埋成個屏山。我哋呢個屋苑咧係喺呢條線路嘅中間嘅，所以話去翻邊個方位都好方便。咁嚟睇翻而家現成已經開通咗嘅14號線，14號線可以直接去到江夏北站，咁嗰邊就可以去翻福田嘅中心區啦，或者係換成10號線可以翻到去福田關口過關翻香港嘅，或者我哋呢度可以搭翻高鐵過去嘅，就可以坐翻16號線接駁過去屏山站啦。呢度係有高鐵翻去香港嘅西九龍嘅，高鐵嘅時間係1個鐘左右。又或者想要多啲高鐵嘅線路選擇呢，我哋喺屏山高鐵站坐翻20分鐘嘅高鐵去到深圳北站就可以有翻更多嘅選擇啦。咁除咗話而家呢啲3條地鐵線之外呢，未來仲會有條深大城際線，呢條地鐵線係接駁過去寶安機場嘅。咁未來開通之後，我哋屋苑去翻機場嘅時間大概係40分鐘左右，所以話我哋呢個位置除咗有3條地鐵線環繞之外，去高鐵站同埋去機場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嚟睇翻商業嘅配套，我哋屋苑1公里範圍內咧就有17萬方嘅商業嘅體量啦，包括我哋一期入邊有個天虹，同埋側邊有個嘉華嘉陽旅嘅。過去少少900米左右就有個益田假日世界啦。咁如果係話屋苑周邊嘅商場行厭咗咧，都可以話坐翻地鐵接駁過去大運片區，可以行翻大運嘅星河 Coco Park、大運天地。咁再嚟睇翻生態嘅配套，我哋屋苑200米左右就有個24萬方體量嘅中心公園啦。而家仲有個規劃中嘅48萬方嘅半月環公園，佢未來咧係會同中心公園串連起身嘅。咁我哋嘅北面仲有個松子坑森林公園嘅，同埋水庫啦都係有嘅。所以話我哋呢個屋苑嘅生態環境係非常之靚嘅，俾啲山山水水公園包圍住，係非常之宜居嘅。最主要係配套都夠晒齊全。咁嚟睇翻醫療嘅配套。我哋屋苑2公里範圍內就有屏山區人民醫院、
南方醫科大學口腔醫院，同埋未來咧有個南方醫科大學屏山醫院嘅新院區，都係喺我哋屋苑2-3公里範圍內嘅。咁最後嚟睇返學校嘅配套，我哋屋苑側邊咧就配套咗有3間屏山實驗學校嘅校區啦。呢個屏山實驗學校咧都係話屏山嘅老牌學校嚟嘅，有20幾年嘅歷史。除咗話有呢個學校，仲有東北師範大學嘅屏山實驗學校，呢一個咧都係個師質比較唔錯嘅學校嚟嘅。因為我哋呢個樓盤所在嘅位置咧，就真係非常之中心嘅，亦都享受住最完善嘅配套。咁過嚟沙盤睇返我哋呢個屋苑嘅打造。我哋位置嘅話係喺呢一個位置嘅一棟 A 座嘅樓下，係營銷中心嘅位置。16號線新和站大概係喺呢個位置嘅，距離我哋屋苑700米左右嘅距離。咁我哋呢個樓盤總嘅佔地係2.1萬方，總嘅建面係有18萬方嘅，一共係分咗3個地塊開發。咁我哋而家係喺 A 座樓下嘅 ，A 座嘅話總層高係52層。B 座總層高係54層，呢兩棟單位嘅話都係3梯5伙嘅設計。咁我哋而家係新加推咗有 D 座嘅呢個單位，C、D 座總層高都係54層，3梯4伙嘅設計。咁矮嘅嗰兩棟呢 E 座同埋 F 座係32層高嘅小高層單位，但係嗰兩棟嘅話係回遷為主嘅，基本上可售嘅樓層呢非常之少。咁嚟睇返我哋而家賣緊嘅則數，主要就係75平方3房1個廁所嘅單位，有西南同埋西北嘅朝向。仲有大少少嘅話，89平方3房2廳2個廁所嘅單位，有東北同埋東南嘅朝向。咁大少少嘅4房嘅話，就有105平方同埋120平方嘅。而家新加推嘅 D 棟嘅呢個單位入邊呢，有個最大積嘅140平方東南向嘅戶型，望返嘅景呢係非常之唔錯嘅。咁睇返我哋嘅交樓嘅時間。成個樓盤嘅話，呢一個地塊咧係明年嘅11月份會帶埋簡裝交樓俾到大家嘅。睇返收費嘅標準，物業管理費嘅話係3蚊9嘅，車位嘅定價暫時係未定嘅，會參照返250蚊嘅標準，大概就係200到250蚊左右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就想去示範單位睇睇。嚟到一棟 A 座實體樓嘅3樓，我哋首先睇呢個75平方嘅單位。而家呢個單位嘅話係做咗有啲創意嘅改動嘅，如果係話鍾意呢個裝修設計嘅話，後期都可以參照返下。入嚟嘅話，入邊係有個生活露台，空間大細係夠用㗎喇，擺返洗衣機，上邊裝返個燃氣式嘅熱水器。再入嚟嘅話，而家佢係做咗呢一邊就做咗2個爐頭嘅煮食爐喺度。呢個位置就可以預留返擺返個雪櫃喺度啦。如果後期話參照呢個設計，呢度可以再加返個趟門閂返嘅話，咁樣煮餸啊啲油煙就唔會飄返出嚟啦。出嚟呢個位置整咗個灶台嘅設計，下邊嘅話就會有啲櫃桶儲物嘅空間。再過嚟就係餐廳位，餐廳位坐返4個人嘅空間呢係 OK 闊落嘅。咁對落呢個位置嘅話，佢而家係做咗個換鞋嘅凳位喺度嘅，咁可能做返個鞋櫃位、玄關位咧會比較實用啲。再入嚟嘅話，做返個餐邊櫃，擺返啲咖啡機啊，係 OK 嘅。再入嚟我哋嘅客廳位，客廳嘅話呢邊擺返梳化，對面如果係話要用投影儀嘅話，就可以參照返呢個設計啦。直接整埋成面嘅儲物嘅空間，然後上邊整個投影儀嘅。如果係話要擺電視嘅話，就可以中間空出個電視位過嚟嘅。咁出嚟呢個位置，後期交樓嗰時嘅話，會有個露台嘅推拉門喺度嘅，出面就係露台嘅空間啦，都係做咗啲儲物嘅空間喺度嘅嚇，後期可以參照返嘅。咁我哋呢個樓盤嘅話，佢交樓嗰時咧係簡裝交樓嘅。地面、牆面簡單嘅處理係有㗎啦，譬如話廚房嘅呢一啲櫥櫃啊，呢一啲咧就要自己去整返嘅。咁陣間都會帶大家去睇埋交樓嘅標準。套廁嘅位置而家係做咗個3段式嘅設計，做得非常之大氣嚇。咁再入嚟嘅話係坐廁位，同埋我哋入嚟嘅話，
呢一道門打唔開，咁我哋就唔入去睇啦。淋浴區嘅空間咧係足嘅，咁再出嚟睇下呢一側嘅兩間睡房。後期交樓嗰時嘅話，呢一度係個門，呢一度咧亦都係個門，呢一度就係個實牆嚟嘅。入去分別係兩間睡房，咁而家發展商係改咗個類似套房睡房區，加埋個工作區嘅空間喺度嘅。咁睇埋呢一側嘅空間，有贈送個窗台嘅，靠住窗台擺翻個床褥。呢一側嘅話就可以做翻個衣櫃啦。咁再過嚟嘅話，呢個房間如果後期話要做翻個睡房區嘅話，亦都係 OK 嘅。夾埋窗台擺榻榻米出嚟嘅話，可以擺翻個床頭櫃。呢個位置嘅話，發展商亦都係有做翻少少嘅改動嘅。佢係將呢一個凹位嘅位置咧移咗去對面嘅主人房，做咗個衣櫃嘅設計。咁後期如果係正常交樓嗰時咧，就可以話呢個位置做翻個呢一個房間嘅衣櫃喺度啦。咁過翻嚟睇翻呢一間大啲嘅主人房。主人房嘅話，咁後期交樓嗰時咧，因為有一部分嘅凹位咧係隔離嗰間房間嘅，就可以喺呢一度做翻個玄關櫃或者係做衣櫃，亦都 OK 嘅。再入嚟中間擺翻床褥，兩側都可以話有位置擺翻個床頭櫃嘅。咁對面嘅話，而家就係利用咗另外一邊嘅嗰個位置做咗衣櫃嘅。如果係話用唔上咁多睡房嘅話，參照翻佢而家呢個設計嚟改動咧，亦都係 OK 嘅。咁望翻出去嘅話，對面嘅樓下嘅街鋪咧，亦都係開咗，有啲食店啊，有啲士多店啊咁樣嘅，做翻 facial 嘅地方都係有噶啦。睇翻價錢，總價係207萬，1.5成首期係31萬上會，30年月供，每個月還款大概係7460蚊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去睇睇89平方嘅單位。嚟到89平方嘅示範單位，而家都係喺高區嘅，喺45樓。咁入嚟嘅呢個位置嘅話，就係個凹位可以做翻鞋櫃位、玄關位，上邊嘅話亦都可以整翻儲物櫃嘅。再入嚟我哋嘅廚房嘅空間，廚房嘅話，地面同埋上邊嘅呢啲頂燈咧係會做埋噶啦，但係櫥櫃啊、煮食三件套就要自己去搞翻嘅，因為我哋呢個樓盤嘅話，佢係簡單裝修交樓嘅。出嚟呢個位置有個露台，就可以話擺翻洗衣機，整翻熱水器喺呢個位置啦。咁出翻嚟，處理好呢一道門，然後出嚟睇翻個出面嘅客餐廳位。餐廳位可以擺翻個長台，空間上咧唔係特別闊落，但係都夠用噶啦。過嚟嘅話就係客廳嘅空間啦，實測翻客廳嘅開間係有3.19米嘅，咁就可以喺呢一側擺翻個大梳化，對面擺75寸嘅電視係 OK 嘅。出嚟嘅話，呢個露台嘅空間大細係特別闊落嘅，咁後期嘅話可以間翻一半嘅空間入翻去做翻客廳嘅空間，出面嘅話就可以話做翻個休閒嘅露台啦，望翻出去。非常之開揚嘅，主要係睇翻城市嘅景觀同埋遠處嘅山景為主。咁再入嚟睇下呢一側嘅睡房，呢個睡房嘅話，地面同埋牆面咧，亦都係有處理好噶啦。後期要自己去擺翻床褥，做翻衣櫃嘅。咁呢個凹位嘅位置咧，亦都好適合咁樣做翻個衣櫃位嚇。窗台就可以話單獨使用啦。咁佢呢一個門嘅話，款式啊、質量啊，亦都 OK 嘅，後期亦都可以話 keep 住佢。對落嘅話就係套廁，後期要自己去改翻企缸位，即係呢個淋浴區嘅話，如果係喺呢度加趟門嘅話，我就覺得好似細咗少少，後期可以話間出嚟少少，亦都 OK 嘅。再出嚟可以換翻個智能嘅座廁、洗手池同埋鏡櫃。咁再過嚟嘅話，第二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嘅話採光面咧 OK 嘅，空間嚟講咧亦都夠晒方正，擺翻個床褥喺呢一側，窗台嘅空間可以單獨使用嘅。如果係話要做衣櫃嘅話，好似冇太多嘅位置做喺呢度應該都 OK 嘅。再出嚟睇下我哋嘅主人房，主人房嘅套廁嘅話，空間嚟講係 OK 嘅，後期可以整翻個弧形嘅淋浴區喺呢一度，出嚟嘅話呢一側就整翻個洗手池、鏡櫃咁樣喺度嘅。出嚟嘅話就係睡房區啦，睡房區中間擺床褥，呢一側嘅牆身做翻個
一立嘅衣櫃係 OK 嘅。咁望翻出去嘅話，同我哋客廳望翻出去嘅景咧，基本上係一樣嘅。睇翻佢嘅價錢，總價係250萬起嘅，1.5成首期係38萬上會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大概係8990蚊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去睇睇105平方嘅單位。嚟到105平方嘅示範單位，做咗4房，呢一個同樣係交樓標準。呢個凹位做翻個玄關位，對落係廚房嘅空間。呢個廚房唔算得特別大，但係空間嚟講嘅話，亦都可以話做翻個 L 型嘅操作台，呢邊擺翻個雙開門嘅雪櫃嘅。地面啊同埋躺門呢啲嘅話就係有配嘅，其他櫥櫃同埋煮食嘅三件套嗰啲就要自己去搞翻啦。對落係第一間睡房，呢間睡房嘅空間咧麻麻地嚇。有個窗台，但係窗台嘅長度嘅話係唔夠你夾埋擺榻榻米嘅，就要整翻出嚟啦。我哋實測翻呢個房間嘅長度嘅話，睇下擺得落1.99米，咁接近2米啦。2米嘅話就啱啱好可以話靠住窗台擺翻張2米嘅長床褥嘅。如果係話闊度嘅話，大概擺翻個3米半嘅話，亦都係 OK 嘅。咁出嚟睇下客餐廳嘅開間，客餐廳佢係南北對流嘅，呢邊係餐廳位，擺翻張長台嘅話係 OK 嘅，咁樣擺，咁擺翻個6人嘅長台係夠位嘅。出嚟會有個生活露台，生活露台嘅空間大細有位置，擺翻洗衣機，整翻個熱水器喺度嘅。咁望翻出去嘅話，主要係望翻我哋對面嘅呢個樓盤，咁樓間距嚟講咧都唔算近嘅嚇。對落嘅話，我哋嘅客廳位實測翻客廳嘅開間，因為而家就冇做背景牆啦，就係呢個實尺嚟嘅，3.28米都算闊落嚇。擺翻個大梳化，擺翻部75寸嘅電視係 OK 嘅。出嚟嘅話，咁後期嘅話亦都係建議將露台嘅一半。大概呢個位置度啦，封翻去入邊做翻個客廳嘅開間嘅。咁望翻出去，主要都係望對面嘅呢啲食鋪啊，同埋遠處亦都可以望到我哋對面嘅話係一期嘅單位嘅嗰個位置咧，就有個天虹喺度啦。咁我哋沿住呢個路口行翻落去，大概係3-5分鐘就可以去到天虹商場噶啦。行翻呢度入嚟睇下睡房，呢個係套廁嘅空間嚟嘅。套廁嘅話，後期可以自己去改翻，做翻個3段式嘅設計嚟嘅。咁呢一啲嘅話就係為咗話滿足我哋驗收嘅呢個標準而配嘅。後期係要自己去改翻個靚啲嘅洗手池鏡櫃。對落第2間睡房啦，呢間睡房嘅話有贈送個窗台，夠晒闊落嘅。呢間房間就唔使話瞓窗台啦，擺翻床褥喺中間亦都係 OK 嘅。但係呢個位置嚟講呢，佢嘅深度又唔夠做衣櫃，又好似有少少，不過好在就係呢一嚿嘅面積呢唔算得特別大，直接做衣櫃封住嗰個位置呢亦都 OK 嘅。對落嘅話，第3間睡房啦，呢間睡房空間呢非常之闊落，而且係夠晒方正嘅，有翻個窗台，中間擺床褥或者係夾埋呢個窗台擺翻個榻榻米亦都 OK 嘅。出嚟嘅話就可以話擺書台，做翻個到頂嘅衣櫃啦。再嚟睇下主人房，主人房嘅話，我哋首先嚟睇下套廁出面嘅呢個空間，後期可以喺度做翻個衣帽間嘅。呢一側同埋呢一側嘅位置呢，就可以做翻個衣帽間，即係衣櫃嘅空間喺度啦。再入嚟嘅話，套廁呢個套廁感覺上好似比啱先嘅客廁仲要再闊落少少嘅，唔知係咪我嘅錯覺？就可以整翻個3段式嘅設計啦。咁出嚟嘅話，睡房區中間擺翻床褥，兩側嘅話擺翻個床頭櫃，或者係喺窗台嘅位置抬高少少，做翻個梳妝櫃喺度嘅話，亦都係 OK 嘅。睇翻價錢，總價嘅話係350萬起，1.5成首期係53萬上會，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大概係12600蚊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去睇睇120平方嘅單位。嚟到120平方嘅示範單位，發展商亦都係有做咗啲創意嘅展示。入嚟呢個位置做翻鞋櫃位、玄關位、儲物櫃嘅空間。對落係廚房空間，廚房嘅話發展商而家係做咗個 L 型嘅操作台，
呢邊就有個星盤，呢邊嘅話就係可以整埋煮食嘅三件套啦。後期亦都可以參照翻呢個設計，喺呢個位置就可以預留翻擺雪櫃嘅空間喺度啦。咁如果後期交樓嗰時嘅話，呢個位置係會有個玻璃趟門喺度嘅緊處嚟嘅，再出嚟客餐廳嘅開間。我哋呢個餐廳嘅話，出嚟係有個露台嘅，咁如果後期話呢個露台嘅空間可以做翻個生活露台嘅，呢度擺翻個洗衣機、烘乾機，或者係整翻啲晾衫嘅架，咁再出翻嚟嘅話，餐廳位擺翻張其實6人嘅長台嘅話，亦都係擺得落嘅。南北通透嘅嚇呢個廳，咁對落嘅話係客廳位，客廳位非常之闊落嘅。我哋實測翻呢個開間，兩側嘅話都係有做翻啲背景板嘅。咁呢一個開間嘅話，亦都有3米2幾嘅，都算開揚嚇。咁就可以擺翻大梳化，對面擺翻部75寸嘅大電視係 OK 嘅。出嚟呢一邊嘅露台睇埋呢個空間大細。空間大細嘅話，長度大概係3米2，闊度嘅話有1米5左右嘅。咁呢一度望出去咧，後期就係望內院噶啦。樓間距嚟講咧，都唔算特別近吓，都算開揚嘅。再行翻入嚟睇下入邊嘅睡房。首先嚟睇下呢一間，哇！呢一間睡房好似主人房咁啊，空間非常之闊落，有贈送個窗台嘅空間。咁出嚟嘅話，中間擺翻張1.5米嘅床褥，或者係擺1.8米嘅床褥咧，亦都係 OK 嘅，可以做到3面落床。對面嗰笪嘅位置就可以做翻個到頂嘅衣櫃啦。咁對落我哋嘅第二間睡房，呢一間睡房嘅話，而家發展商係改動咗呢一個位置，做咗個推拉嘅趟門嘅。咁後期嗰時咧，呢度係實牆嚟嘅，呢度係會留翻個門口入嚟嘅話，空間亦都係 OK 嘅嚇，有贈送窗台嘅面積。夾埋窗台擺榻榻米出嚟嘅話，可以話一半做書台，一半就做翻個衣櫃啦。再入翻嚟睇下呢一側嘅兩側，咁我哋睇翻呢一側嘅套廁同埋其中一間睡房。套廁嘅話入翻嚟，咁我哋嘅呢個淋浴區嘅空間感覺上唔係特別好用嚇，因為呢一道門咧要企翻入嚟又先閂翻閂去先好。空間嚟講咧夠用，但係唔係特別闊落。雖然都有贈送個窗台嘅空間，出嚟嘅話就可以整翻洗手池鏡櫃同埋坐廁啦。咁就入嚟嘅話，呢一個嘅話係主人房嚟嘅喎，因為有成立嘅空間可以做翻個獨立嘅衣帽間嘅。再出嚟嘅話，擺翻個梳妝台，擺翻個床褥，對面嘅窗台嘅話就可以話單獨利用翻做翻個休閒嘅空間啦，因為係望翻內園嘅。咁對落嘅話，套廁呢一個就係客廁嚟嘅，3段式嘅設計，後期參照翻。如果係話門嘅話，呢一個淋浴區咧，同啱先主人房嗰個套廁嘅淋浴區基本上係一樣嘅，但係整翻咁樣推拉嘅趟門嘅話，感覺上就會更加實用啲嘅。再出嚟睇下呢一個睡房，呢個睡房嘅話，空間都好闊落嚇。擺翻個榻榻米，咁呢個床尾嘅位置嘅話，亦都有空間可以做翻個衣櫃嘅。呢一側就可以單獨做翻個書台嘅空間啦。睇翻價錢，總價嘅話係409萬起嘅，1.5成首期係61萬上會。30年如果每個月還款大概係14,700蚊嘅。咁除咗呢個120平方嘅單位嘅話，我哋新加推嘅 D 棟嘅嗰個單位咧係有個最大嘅140平方嘅，總價係588萬起，1.5成首期係88萬上會。30年月供每個月還款大概係21,200蚊嘅。好啦，睇完咁多嘅戶型間隔，我哋落去做翻個總結俾大家參考。好啦，而家嚟到咗屋苑側邊嘅天虹商場，做個總結俾大家參考。商場嘅話體量都唔細下，業態亦都係成熟噶啦。平時行街嘅話係可以滿足晒我哋嘅需求嘅。咁總結翻樓盤嘅缺點同埋優點俾到大家參考。首先缺點嘅話就係話呢個位置嚟講咧，
翻去香港翻關口嘅時間可能係會耐咗少少嘅。講緊係個地鐵時間嚇，咁其實如果係話呢度去翻蓮塘關口嘅車程嘅話，都係45分鐘左右可以過翻去噶啦。但係如果係話選擇搭地鐵嘅話，就會耐翻少少嘅，一個幾鐘頭嘅地鐵時間。咁又或者我哋亦都可以選擇去翻坪山高鐵站坐高鐵翻香港嘅西九龍，亦都係 OK 嘅嚇。再嚟睇翻第二個缺點就係話，我哋發展商送嘅裝修係簡裝，咁譬如話廚房入邊嘅櫥櫃啊、煮食三件套呢啲後期要自己去配嘅，就唔係一步到位嘅嚇。咁如果係話送埋精裝修咧，就會更加好啦。咁再嚟睇翻優點方面，優點嘅話都好明顯嚇。首先就係話離地鐵口又近，無論係14號線定係16號線嘅地鐵站，或者係離高鐵站咧，亦都係近嘅。直線距離1.2公里，行翻過去，行路就過唔到去啦。如果係話揸車嘅話，5分鐘嘅車程過翻去噶啦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如果係話地鐵出行嘅話，可以選擇14號線或者係16號線去翻兩條線嘅地鐵站咧，都係話600-700米嘅距離過翻去咧，都係近嘅。但係其實屋企周邊嘅配套咧，就已經非常之完善，可以滿足晒我哋日常嘅生活需求噶啦。首先就係話1公里範圍內有17萬方嘅三大商場，我身後嘅天河商場就係其中一個啦。咁仲有嘅話就係益田假日世界同埋即將開業嘅嘉陽旅。咁行公園嘅話，亦都係有多選擇嘅。屋苑側邊200米就有個24萬方嘅中心公園，咁連住中心公園嘅話，而家係喺度規劃整緊個半月環公園嘅，後期兩個公園係會連通嘅，就將我哋嘅屋苑基本上係包圍緊噶啦。咁除咗話生態嘅配套靚之外咧，市政嘅配套亦都係靚嘅，因為區政府就係我哋屋苑1公里左右嘅，區政府所在嘅位置咧就係呢一個區域嘅中心啦，周邊嘅市政配套包括咗6館1城，咁我哋嘅去翻書城啊、圖書館啊、文化藝術館啊等等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咁呢個位置嚟講咧，如果係話買咗養老，就真係非常之適合啦，因為周邊嘅配套嚟講咧，非常之完善噶啦。生態環境又靚又宜居，咁如果係話感興趣嘅話，屏幕上方有2個二維碼，可以掃碼添加 Amy 嘅 WeChat 或者係 WhatsApp 嘅。最主要係過嚟睇樓嘅話，一定要約埋 Amy 啦。我哋公司係會提供免費專車接送，成交之後仲會回贈翻家電禮包或者係物業管理費俾到大家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期嘅視頻就介紹到呢度。如果覺得 Amy 講得仲 OK，幫手點個 like 鼓勵下。同時都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會持續更新深圳嘅樓市情況俾到大家。好啦，下期再見。